另外，环保署为105年到107年，针对着台北、花莲、嘉义、甲高雄4大地区，来监测到徛家室内外 PM2.5的浓度，结果是嘉义地区上界悬。上主要是因为森林有一寡重工业排放废气，寒天是吹这个东北风，南部的县市因为中央山脉炸条咧，废气排袂出去，都停伫个附近的县市。嘉义就是头一个受到影响的所在，加上在地人大部分拢是骑机车、开车，所以咧，这个空气的污染嘛相对较严重。林业家用空吸机升空200公尺，翕嘉义高空的美景，只是互人感觉无奈是这款的烟雾是空气污染加上水汽形成的。根据环保署对105年到107年，针对台北、花莲、嘉义、高雄4大地区监测徛家室内外 PM2.5浓度，结果是嘉义地区的浓度上悬。PM2.5的污染来源有81.5是来自嘉义市以外飘进来的，那只有18.5是嘉义市自己产生的。周边大型工厂排出的废气，咱保受了中央山脉阻挡，这废气排袂出去，就停留伫附近的县市，嘉义上严重。另外也有这个原因。嘉义地区的民众通常拢是骑机车较多，也阁有这个状况。嘉义县有32派 PM2.5，是来自农作露天的燃烧，这拢是空气污染相对严重。打开空气清新机，用一些精油过来想办法过来杀菌。门窗紧闭，关紧一点。嘉义这位医师为着要抵抗空气污染，拢是赶N95出暗上班，因为造成空污 PM2.5扑一粒啊，会提高4成得到肺癌的风险，卖互肺功能下降到2.7岁。面对这款的空气污染，出门上好是赶嘴烟，减少空污对身体的伤害。